各位乡亲高早，欢迎收看今日9月27日，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其他消息，咱来关心屏东民用工厂火烧爆炸，死伤惨重。因为最后一个失踪的员工，找到遗体的时已经烧到拢炭化去啊，无法度确认 DNA。消防员即马继续在找。内政部长有要求地方要赶紧启动灾害的事故调查。也那民用有对外表示，因有可能5亿入去信托的口座，这条钱会摕来赔偿，全款专用。那往生的消防人员嘛会另外赔偿。检察官下晡搁一架去火灾现场，警察若抢甲电脑的主机搬走。内政部要求要赶紧启动灾害事故的调查会，地检署嘛甲消防署，还有火场调查人员苏建甲李清。不过目前进度到倒位，官府讲伫侦查的阶段，不方便对外说明。他在申请建筑执照，在跟我们的主管单位，就是园区这边申请的时候，他就是用 C2， 也就是一般厂房来申请的时候，那老实说，我们就应该去问。厂商是不是有隐匿的责任？最后一个失联的员工有找到部分的遗体，不过因为火烧伤过严重，无法度确认 DNA。敲锤行动要持续在进行，不过前一天有3个消防人员因为输着伤济一氧化碳，去予医生看。因环保协会协助家属申请扣押，以防民用脱产，不过说予法院驳回。目前我们环保与律师及县府讨论后，续的抗告的事宜。县府这边能够帮忙提供的一些市政，我们也会来协助。这个民用工厂爆炸，伤亡真严重。经济部下令民用全部生产的基地拢爱停工。嘛，互民用董事长召开记者会宣布，已经甲上海银行签约，办理信托口座，准备5亿的费用来赔偿甲附属员工。会由律师做监察人，全款专用来展现赔偿的诚意。 5亿元到底够不够用？我们也跟上海商银用一个开放性的，假设不够，我们还可以再增加。也那民用表示，孙职的消防人员嘛会另外提报金额来付出，强调员工到年底进前，公司拢会负全薪，嘛会负照顾员工的责任。强调公司的业绩袂歹，嘛有保险，有信心会当付所有的费用，嘛会配合调查。 而且伫公安消防设备改善好势了后，才会来讲复工的代志。记者综合报道。屏东民用工厂大火造成4个消防人员过往，消防人员即马是希望会当做工会。行政长陈建仁表示，会赶紧修改公务人员协会法。验过公务人员协会法毋是工会，嘛无工会会当甲雇主签对等契约的能力。消防员工作权益促进会就批评政府，拢无咧听基层的心声，所以嘛讲因明仔载会去行政院表达诉求。 民用工厂大火造成4个消防员在内的8人死伤，行政院提出精进作为。院长陈建仁表示，政府为2017年开始，逐年拢有6亿以上的消防补助，承诺未来还佫会增加补助80亿，补助会陆续到位。针对消防员久长年争取做工会的心声，陈建仁也讲，消防员是公务人员，尊重去社权。目前上好的方法就是赶紧修改公务人员协会法。 消防人员呢是公务员，如果要组织工会的话，这在整个讨论当中呢，因为公务员的形态相当的多，所以会旷日费时。我们两院呢认为最好的方法就是尽速来修改公务员的学会法让专业的学会还有这个学会地方的学会呢也都能够成立。 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长苏俊荣表示，已经整理各个公务人员集体劳动权利的资料，在公务人员协会法的范围内适时放令。政府看起来有些出善意，不过台湾警察工作权益推动协会讲，公务人员协会不是工会，无工会甲雇主签订对等契约的能力。消防员工作权益促进协会是讲，政府的做法甲消促会目标差真济。
公务人协会法完全是没办法回应到基层消防员现在的诉求，应该要立刻的来修改《公务人员安全及卫生防务办法》，那让基层的消防团体可以参与消防员职安政策相关的调整。陈彦恪表示，行政院无采纳基层消防员的意见，就单方面做决定，也是维持威权的态度。所以消促会提出3项改革，包括公共安全爱加强，雇主责任袂使少。行政院办的是加设的，爱修订安全卫生办法，随看到效果。也加上界重要就是无爱无权的协会爱工会。不过外界这个消防员做工会未来罢工要安怎？消促会讲罢工不是抗议的唯一手段。罢工规定里面其实已经有做相关的限制了，包含说跟雇主协商所谓必要服务条款，以及天灾事变地方县市政府是可以去针对罢工进行限制的。消促会主张上好是适用工会法，才会当有完整的消防员劳动3法。伊定义要前往行政院，嘛甲政府官员面对面沟通，甲基层的声音传达予中央。记者综合报道。当再来关心天气，中秋连假礼拜到位啊，也毋过拜六进前，咱台湾附近的水气较济，云会较高，天气较无稳定。伫这方面的北部、东半部会落地渐准雨。当再来看云图。目前对南海一直到菲律宾东边的海面上，有几大片的低压带会向北边山顶东带来水汽，所以伫拜六进前水汽拢会较高。北部、东半部这方面真侪所在拢会落雨，嘛有上局部大雨机会，爱设置单雷公甲强阵风。伫温度的方面，伫今仔日北部、西半部高温是32度至34度，东半部金门高温是31度至33度，若澎湖、马祖高温是30度至31度。另外，气象署有针对新竹甲苗栗发布高温的警示。甲乡亲同齐关心今仔日报纸的重点，咱先来看《中国时报》。台北股市伫昨昏，伫电子股、金融股、团产类股、这个拢总盘，指数开低走低，收盘失守16300点的关卡，创下4个月以来新低。若新台票换美金嘛有落，是来到32块2换1块美金，创下将近11个月新低。继续看《自由时报》。苗栗的地检署接到选举搅拌的证据，日时的时去台南新营高雄左营，有掠到姓陈的查甫人，伊伫网络顶头烧酒有跋筊的行为，而且是牵涉明年总统大选的跋筊。检方认为，这个姓陈的查甫人顶计共有5个人，涉案的情节重大，所以向法院申请羁押。也毋过尾法院是裁定这5个人拢交保。来关心联合报，有一个23岁姓杨的查某囡仔，查某人伫桃园骑摩托摆，互对向一个69岁姓廖的查甫人赛车倒滑的时去压着，尾啊呢，这个姓杨的查某囡仔送病院不幸死亡。这个赛车的人弄着人煞走去，伊尾也是驶去到宜兰，伫苏澳一间土地公庙，互警方找着，也毋过找着伊的时，伊嘛已经死去啊。来关心高雄有一个10岁的查甫囡仔，伫小港区的一个公园内底耍，互一个查甫人不输鬼上着趁机会要甲囡仔乱来，要甲囡仔吵打。加在这个囡仔大声喝休，尾也才无安怎。想袂到这个查甫人过顿工，佮要用同款的方式，尾也是互警方抓着，移送法办。即马嘛已经互法院收押。敢是去有迄条涉嫌甲人侵犯的姓陈的查甫人犯案了后，佮骑机车为人行道离开现场。毋过伊毋知影家己的行踪已经互警方掌握。高雄警方接到报案，这个姓陈的查甫人伫小港区锁定一个10岁查某囡仔，趁这个查某囡仔甲了一个人伫公园佚佗的时阵，想要甲乌白来。发生什么事，我们保全都知道。见他的女儿相当的机警。奋力挣脱，并向附近的民众祈求协助。这个查某囡仔真惊吓，家属事后嘛向警方报案，警方根据监视器掌握这个查甫人的行踪，嘛锁定车牌号码，发现伊隔天佫倒来到现场，好亲像要找隔来一个人佚佗的查某囡仔落手。警方抓到人了后，依照强制性交未遂罪嫌上班，证实了后认定有再犯的顾虑，向法院申请羁押核准。是我就会觉得大声斥喝说，请你不要这样做，对啊，因为毕竟要保护自己的小孩嘛。父母要陪在旁边啊，不要只是在旁边滑手机啊。因为你看，大多数在公园应该很多都在滑手机。袂少家长表示，带囡仔出门活动的时阵，除了袂使离开视线，嘛爱避免互身份人接触囡仔，以免引起意外还是争议，伤着囡仔。
监管基金会是讲，无论伫什么场合，原则都是卖互囡仔家己一人。如果你又在做自己的事情，孩子一旦落摊的话，可能没有其他的大人可以协力看见，假设有被不当侵害的时候，那没有办法第一时间救援。监管基金会表示，场地管理单位加强巡逻，也教囡仔拄到状况的时阵，一定要大声喊救，才会当确保人身安全。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咱来关心美国总统拜登伫白宫和太平洋岛国的领袖召开峰会，宣布要正式和南太岛国库克群岛也有纽埃这两个国家建立外交关系，互认为是要对抗中国。那咱的邦交国帛琉的总统惠素真是表示，美国和帛琉即马正在讨论，按算要伫帛琉设上太性的爱国者飞弹系统。这个行动也是美国想要阻挡中国伫南太地区的影响力。President Biden, your message to China as you stand next to these leaders today. 美国总统拜登2号伫白宫甲太平洋岛国领袖召开这1年外第2届峰会。拜登伫随时阵虽然无提起中国，不过宣布要派透一只美国海岸防卫队的舰艇，专门甲太平洋岛国合作，以及提供训练，阻止中国意识正重。另外嘛，正式甲南太岛国库克群岛纽埃建立外交关系。The United States committed to ensuring the Indo-Pacific region that is free, open, prosperous, and secure. We're committed to working with all the nations around this table to achieve that goal. Today, the Cook Islands and Niue celebrate milestones of formal diplomatic relations with the United States, respectively. 库克群岛人数差不多17000人，纽埃嘛较无2000人，两个岛国人口加起来较无2万人。进前拢甲纽西兰维持自由联合关系。即马美国承诺要进一步提供基础建设资金，互人当作是积极扩张伫太平洋地区的影响力。We have been looking forward for this day since the announcement was made by the U.S. last year that it would recognize Niue as a sovereign state. 美国对于中国进入太平洋加强警戒，因为美军预定2026年要伫帛琉部署雷达系统。出席峰会的帛琉总统惠素人就甲日本媒体讲，除了希望美国海军舰艇较接到帛琉港口，也向美国清楚表明，若做要伫帛琉有一个雷达基地，就应该爱常态性部署先进的爱国者飞弹防御系统。现在第二岛链会变成一个重要防卫方向，那美国跟帛琉强化这种军事安全的合作，势必可以强化对于帛琉的一些补助。外交部致力与理念相近国家合作，捍卫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维持自由而开放的印太地区。另外，太平洋国家董志稳总理进行访问中国，两国伫联合声明中无承认咱的国家主权。外交部已经表达强烈的抗议，并且各用正式的谴责。记者综合报道。镜头来西班牙，西班牙即马是传出用 AI 的性犯罪，这是有28个查某囡仔因互偷摕因的相片，透过 AI 去互创造出无穿衫的相片，放伫网络顶头流传。警方目前有抓到上无有11个少年囡仔有涉案，也毋过欧洲目前也无具体法律来规范 AI， 加上犯案的涉案的这个少年家拢还未满14岁，恐惊嘛未受到刑事处罚。西班牙南方一个小镇最近传出 AI 性犯罪，有28个少女互偷摕社群媒体的生活相片，用过 AI 软体制作大量赤身相片来对外公开，致使精神受到打击，有人阁惊到唔敢出门。Y claro, muchas chicas completamente aterrorizadas, con una crisis de ansiedad tremenda, porque yo cuando lo vi, digo, porque conozco el cuerpo de mi hija. Si yo no lo conozco, no tengo narices de saber si esto es real o no es real. 目前检面单位正在调查，已经查出上少有11个少年涉案。警方推测，因伫这个热人就已经开始制作假相片，透过通讯软体 WhatsApp 甲 Telegram， 甲相片四过传送，搁甲受害者降钱。因为涉案人拢未满14个，可能会受到刑事处罚。而且针对一般制作大人的色情图像，西班牙目前并无法律通有管，和 AI 相关的法规搁较是无半条。敢若会当甲即寡使用囡仔图像的内容当作儿童色情刊物来处理。The other thing is the question of the liability of those that create the tool, the AI tool. In this case, we are waiting for the European law, AI Act, also CAI Convention from Council of Europe, several instruments that I believe are totally necessary to regulate this kind of tools.
虽然受害少女的家长有组成自救会来追踪后续的问题，现阶段也无法度知影有偌侪人摕到这款假相片，因惊这款相片会去互传送去色情网站，对少女的身心状况会造成负面的影响。公视新闻杨眼编译。来去南美洲的国家委内瑞拉，委内瑞拉有一间家家长期拢互内底的犯人霸占。顶礼拜，官方是出动上万的军警和装甲车，甲这间家家抢转来。结果伫内底有查到真侪枪支，甚至阁有火箭炮。更较含的是，这间家家内底有游泳池、有夜总会，阁有动物园，袂输度假村。警用车载走一车物品，犯人坐伫涂骹等待移送。南美洲委内瑞拉顶礼拜派超过11000个军警出动装甲车攻击北部阿拉瓜州一个家家，也惊动袂少居民。犯人的亲友嘛真烦恼，拢伫外口听候。No sé nada de mi esposo ni nada, no sabemos a qué destino los llevan. En verdad que estamos desesperados, pues, porque no sabemos nada de ellos. 这间家家长期去互犯人控制，家家的官员嘛做阵作恶。警方秘密7月1年才成功攻破，因进入家家了后，查到大批庆海弹药、火箭弹，也有比特币挖矿机。更较含的就是内底有游泳池、夜总会、跋筊间啊，连动物园都有。家设计做高级饭店的是美国势力上大的帮派，牵涉到绑票、抢劫、卖毒、卡油，也甲偷渡移民这非法的行为。这阵帮派老大的家当作家己的据点，这家期间透过秘密通道偷活动，已经互警方长真久啊。暗过都伫军警攻击进前，帮派老大提早听到风声逃走，目前去互人通缉逮捕。犯人权利组织是指出，这间家本来敢来当收容750个犯人，实际关押的人数超过5000人。警方攻击行动凸显美国的家长期管理不善这个问题。公视新闻齐婉玲编译。欧洲上大经济体德国目前景气真歹，利息悬、物价嘛悬，嘛互房地产市场稀累累，真侪建商厝起到一半全倒去。若有买新厝，阁有贷款的人，即嘛是受灾户。所以德国政府决定要用资金来协助民众买厝贷款。这片还未起好的大楼，窗门拢还未安，煞是无工人伫时间的款。不过，这并不是啥物第三世界，是欧洲经济火车母的德国。而且，就伫首都柏林的市区，一个33岁白罗斯的移民杰夫辛科，原地离开故乡打拼真侪年了后，按算会当买一间厝来住。不过想袂到厝起到一半，建商雄宣告破产，伊买的公寓差不多新台票超过1700万，目前连本带利已经纳一半去啊。不过煞是看到一个唔知员工爱等到伫当时的大楼，伊的心内是感觉真无奈。We're already paying the interest from the loan, so that's a tricky thing because it's a money that you never used. You cannot use it because there is nothing where you can use it. 这种起到一半建商雄走去的大楼，伫中国四界拢是。不过想袂到竟然嘛出现伫德国，而且毋是孤一个个案，这个问题嘛有恶化的趋势。罗西亚、乌克兰战争，还有后续的制裁，加上进前新冠病毒的疫情，带动通货膨胀。欧洲中央银行甲各国的中央银行共款，以成熟正做阴阳的对策来压制物价。进一步压关银行的利率，无论是建商也是贷款的人，大概是拢害惨。Gipfel geworden, denn die Branche ist, wie gesagt, in einer schlechten Verfassung. Die Leute suchen dringend Wohnraum und wir brauchen natürlich auch neue Wohnungen für die vielen Fachkräfte, die aus dem Ausland, für alle Industrien in Deutschland. 德国政府顶日来针对房地产的问题召开紧急会议，原本定伫2025年上路，要求新的建案使用能源的量。爱降到同款规模的旧建案的40%以下，也就是 EH40 节能的标准。会议决定暂缓实施。In Deutschland müssen mehr bezahlbare Wohnungen gebaut werden, damit all die jungen Familien, all die Bürgerinnen und Bürger, die nach Wohnungen suchen, auch eine gute Gelegenheit haben, eine zu finden. Und das bedeutet, dass wir die Aktivitäten im Wohnungsbau massiv ausweiten müssen. 德国政府的决定引起绿党也有环保团体的批评，认为政府袂当带头行回头路。不过，在环保责任甲照顾民生的需求之间，德国政府是选择民生的需求。公视新闻齐家人编译。今日国际上也有啥物大代志，和乡亲同齐来去看世界。
南韩第26举办10年来头一场阅兵，动员6700官兵，展现进步的武器，来纪念建军75周年。南韩总统尹锡悦肯定韩国、美国军事关系即马愈来愈麻，嘛警告北韩唔通用核武，若无韩国、美国同盟一定有压倒性的反制。继续关心加拿大国会下议院议长，因为伫国会内底讹了一个乌克兰裔的老兵，讲伊是乌克兰英雄、加拿大英雄，也毋过这个老兵是纳粹分子，所以事后有引起争议，嘛引起批评。即马佫正做国际笑话，伊虽公开会失礼，嘛因为伊失言，即马辞掉议长的职务。继续关心巴基斯坦有12个糖尿病患者去做瑞士罗氏大药厂抗癌的药物，挨死停了后，全失明，目睭看无。当地政府伫调查，认定这批药啊，那亲像是非法生产的。即马罗氏药厂有发出声明，谴责这款滥产药的犯罪行为。镜头个。另外一个新闻焦点，这是台北大地落落去的人家厝，伫昨昏已经开始拆，希望10天内会当拆煞。针对基泰建设发布重大资讯，要甲价值上百亿的基泰中孝大楼卖掉，即马因财务状况嘛受外界关心。台北市副市长李树川是表示，市府有去申请甲基泰建设假扣押，也毋过法院尾也是认定讲基泰的资产较济过负债，所以不归假扣押。马小大港也进行拆除，同时也水港嘅土粉，基泰施工无限制造成大地面体崩塌。25户受损的厝日落拆除，周边住户表示也是烦恼厝内的状况受影响，怕会不会就是到时候有塌陷，或是那个一直敲敲打打震动，然后房子越来越裂缝越来越大，也是很危险啊！他们一挖，我们也是很危险啊！我们背靠背啊，他们那一排就要盖啊，那我们不盖不行啊！市长周万安到南韩访问3天一日，回来了后去现场来勘察，确保拆除安全。副市长李树川也亲身到现场巡视。周遭的建物我们会持续透过监测仪器，我们都有架设，而且会将每一天监测的数据跟资料公布。以及完整的公开，也会即刻的送到台北市建筑师工会进行判读。我们整个拆除作业的期程，我们希望在10天左右能够完成。就双耗的部分，认为可能会影响到你的这个生活上面的状况。那这几天你也可以去住这个就近的饭店，那把发票拿回来报。市府市备要针对2个帮台北住户说明公办途径的条件，各有住户决定是要甲基泰合作，也是交予市府。因为基泰发出动信，要卖价值100亿的基泰中孝大楼，引起外界讨论，拢因为伊的资金有出状况。我的了解，基泰要处分这栋大楼应该有一段时间了，而且是在这个大直案发之前就已经在积极在处理。发重讯是因为他们处分重大的资产都要依照主管机关的规定去发布重大讯息。李树川表示，市府2摆针对基泰提假扣押，不过法院评估基泰资产比负债较大，应执行赔偿。记者综合报道。第五个消息来关心桃园市第这3档诈领药理灯贴的案件，计共有37件，其中佫有2件是爸母甲幼囝抬死了后抬起来继续领政府的灯贴。监察委员即马是认定讲，卫福部也佫有桃园市政府有违失，所以提案纠正。检警去树林敲找乌村2岁查甫囡仔遗体，去年11月，死者的姐姐到读册年纪一直无去注册，意外查出查甫囡仔失踪。警方发现伊的爸母好亲像不当管教致使死亡，伫囡仔死后，佫继续诈领药儿灯贴。同时，这类的涉案盲个案已经连续2年发生。为中央到地方，监委认为5个机关有疏失，提案纠正。卫福部它相关6岁以下的这个资讯平台，在106件改版的时候，事实上它没有做好这个转换跟结接，所以有漏接个案的状况。除了卫福部以外，桃园市各局处也互人点名。监委指出，6岁查某囡仔是属有脆弱家庭个案，发现无读册，学校无随派人去查访了解，认定学校延迟通报，延误警政协巡。所属的顶市教育局是无做督导。
道，卫生局面记知影，这个细汉囡仔真侪年超期无注疫苗，伫家访无拄着了后，竟然无通报社情。我们去建了那个平台，然后好像是有一段时间人工汇入的时候没有系统没有除错的这样的一个机制嘛，后来是有功能强化，就有做处理了。通另外一个个案是一个3个月查甫囡仔，伫109年互伊爸爸杀害逮起来，一直到去年死者兄弟互人虐待，妈妈报案求助，早领按查别空，监委就点出，社工捌甲爸爸小拄头4届。啊，毋过相信爸爸的讲法欠缺警觉，毋则无法度发现这个问题。认定负责监督社工的社会局有疏失。5、6岁以下婴幼儿拒绝施打疫苗之家长，本府已规范相关单位应亲见到婴幼儿后，才可以让家长签署拒绝同意书。那签署之家户也会由卫生单位这边透过健保就医记录来追踪个案的一个就医情形。敢若最近3年，家领甲早领幼儿津贴通道达到37件，目前敢若热转来25件。除了地方行政机关反向联络有待加强，监委也表示，卫福部相关系统爱搁较完备，啊若无毋若产生早领的代志，也互社会安全网出现破空。记者综合报道。刑事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有接到保险公司的报案，讲理赔案件内底哪亲像是有民众假失灵真诈骗。经过一档的调查，伫今年7、8月啊，有伫台南甲高雄抓到13个嫌犯，已经全拢移送法办。涉嫌诈领保险金的13个人，全部拢互警察押去侦办。刑事警察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当外前接到一间保险公司报案，讲有投保人申请失灵保险理赔，毋过若像真侪人是假领失灵来诈领保险金。经过一档的跟踪监控、收集证据了后，今年7月到8月查到姓康甲姓李的主嫌等13个嫌犯。接获保险公司报案，疑似有保户假失能真诈保。经我们报请台南地方检察署指挥侦办，查获康姓、李姓夫妻档保险黄牛，还有保险业务人员以及10名的诈保户，总共有13人到案。姓李的主嫌甲伊的翁婿因为熟悉保险公司的业务员，都利用保险代办的方式，互想要诈领保险金的人会当顺利投保。若这过程当中，嫌犯毋但会陪投保人去病院急诊检查，佮会教投保人去互医生看的时阵，爱加做半岁，话讲袂好势，或者是老天讨，来骗医生开诊断证明书，成功申请失灵理赔了后，嫌犯会佮抽2成到3成的钱来做家己的社金。109年到达，已经诈领759万块的保险理赔金。我们搜证也发现了，这些诈保户平常都能够正常的走路、骑机车。甚至还有跑步追公车的状况，显然是没有失能的情形。等到诈保户取得了诊断的证明之后，成功申请失能的理赔，主嫌就会抽取每件理赔金2成至3成。初步调查，目前并无发现有医生协助诈领保险金。若涉案的13个人，全部拢依照涉嫌刑法诈欺罪移送台南地检署侦办，交予检方继续调查。记者文正雄台南高雄报道。为特别鼓励少年家爱加讲母语，教育部对2档前开始举办全国大专校院学生本国语言的比赛，希望透过这个比赛，会当栽培愿意投入本土语言的人才。前3名毋但有奖金，优秀的选手阁通去母语电视台接头路。分组、书写组，也阁有电脑拍字组。台下顶赛少年家用无共语言介绍全国大专校院本国语文竞赛的比赛项目，因是第2届无共组别的冠军。其中本身厝内讲台语的罗冠霖，因为受国小本土语言课的启发，和老师学阿美族语说全的学出兴趣，伫去年摕到阿美族语演说的冠军。另外，也有去年台语演说组的冠军杨克希，因为真介意用台语讨论侪议题来参加比赛，今仔日因也倒来分享比赛的经验。演讲的时阵，迄题目内底有一寡物件是你爱理解原住民族因的文化内容，你才会当讲。你若是无这个文化背景，就会较困难。我是心理系的学生，所以我感觉有真侪无共科系的学生会当做伙来参与，提供台语真侪无共款领域的知识，会当互台语愈来愈多元。
语言是传承文化真重要的媒介，但是英国全国语文竞赛敢若开放予教育学院组的学生参加，长期以来比赛公平性受到外界质疑。教育部为着要鼓励愈侪少年朋友讲本土语言，甲大专校院组的比赛独立出来，开放予所有大专校院的学生来报名。同时，我们提供实质奖金然后也让他们可以到客家电视台台语台跟原住民电视台做人才培育的媒合机制，让他们可以优先去实习，那让他们有这个诱因跟职涯发展的这样的一个机会。本土语言直直咧流失，外界也惊本土语言敢若纯表演的功能。亲像原民台、客家电视台和台语台拢有达成共识，未来按算优先请着将这日来电视台引头路，互愿意为本土语言奋斗的少年家有发挥的空间。报名到10月底为止，明年3月要比赛。记者卢尚如、林旭凯台北报道。高雄市的中华国小伫教师节进前规划一场创意短剧，因普通时学生囡仔伫教室内底各吵各争的行为，学生囡仔上课吵吵闹闹、乌白蛋纸也是共创治，互学生囡仔演做老师，了解老师教册辛苦。虽讲是笑话剧，啊，毋过嘛真有教育意义。不可以坐下，我很痛哎，坐下，下课不去还在那边玩鬼抓人。上课真正享耍，学生同款吵吵闹闹，无要听老师的话，乖乖上课。这9位学生其实拢是中学国小的老师，台顶的2位老师是学生演的，因展现出平常时学生上课会有啥物款的歹习惯，包括袂专心直直讲话，若无就是等物件真爱耍，互台下学生看了是笑嗨嗨。像有些演的桥段，就真的很像我们班同学会那个做出的行为，像那个不举手就讲话，还有一直想上厕所开冷气。觉得同学们都很好笑，就很多行为都很像我们平常班上同学的行为。这是中学国小今年特别准备的教师节戏剧，透过教师互换演出。台顶遮给学生的行为，互学生就亲像看到家己同款，会当反省家己的行为。这老师平常真的很辛苦，小朋友上来演老师，他回去会分享，我们当老师的就是很辛苦，那学生一直在作乱，或者是整个班级很吵的时候，其实那个上课品质就是不好的。透过角色对调，我觉得还是可以让他们知道。就是对方的想法，就是站在不同立场的想法。因为这次创意甲笑话演出，真侪学生看了后，拢伫学习单顶面写出家己上课有啥物款的歹习惯，真侪学生拢体会到老师的辛苦，也表达对因的感谢。这应该是送予因上好的教师节礼物。记者钟义辉、邱昭勇高雄报道。地方的消息来看，放红卡铃这个文化是台南合甲，也有咸水新营特有的无形文化资产。台南市文资处就带囡仔设计4个主题5个倒仔耍的游戏，透过耍的过程，让学生囡仔会当了解故乡的文化。囡仔轮流抽牌，若抽到红卡、紫色卡就要回答。唔干那安尼，佮兼仔用肢体动作，模拟放红卡铃的方式，这参一般倒仔耍真无共。为了要传承100年的放红卡铃文化，南市文资处伫休热期间，先带3间学校的学生设计属于家己家乡文化游戏。新歌原本是平面的图样，文资处煞甲变做实体，摕来互因体验。才玩的是翻牌游戏跟计分的，我们学到那个人家在放格林的那种方式。如果你翻到一些不好的牌，你可能就要去答题。答题的话，有些是你不知道的。孩子他们在设计的过程当中，其实他们就是本身就是要先了解，所以它其实就是我们的文化种子。每当3月到5月，新营、咸水甲客家等地区拢会办放红卡铃活动，因会互红卡对对方的砖头飞转来到家己的砖头，看飞几只派活动来算分数。把正做事人休困联络感情的活动，伫2014年互登录做市定民俗。随着时代演变，做伎娘有800款。在地力量指出，愿意参加的少年人哪来哪少，因面对着传承的危机。歌龄文化，我看的年龄平均已经到65岁。如果再过10年，变成是75岁的时候，后面来接手的人，年轻人是越来越少。如果单纯的只是介绍歌龄是什么，灵歌是什么，其实我觉得对小孩来说学习起来有点
无聊，桌游就是一个竞赛型的游戏嘛，所以它很适合这样子的歌龄赛制融合到游戏中。汀州国小的校长讲，按算要规划系统式的课程，结合技术，带学生彩绘零这项特殊的乐器，因希望让更加侪人明白这项传统文化。记者新闻台南采访报道。上班上课来当一礼拜休3天，应该真侪人拢真欢喜。毋过伫美国嘅密苏里州有3城嘅学校，真正学生囡仔读4天休3天，毋过是因为学校无钱。一寡做农嘅家长是真欢喜，讲安尼囡仔就当摕出来斗3工做事。毋过嘛有家长真烦恼，讲囡仔敢若读4天会影响囡仔嘅成绩。校车内面空空拢无学生，无载学生来上课，因为即天是囡仔一礼拜休3天的其中一天。囡仔伫咧厝内弹钢琴，做家己想要做的代志。美国密苏里州有3城的学校，一礼拜只敢若上4天课，不过对囡仔伫咧学校的课程并无伤大的改变。Everyone's doing the same thing they normally do. Everybody in my class keeps thinking on like Tuesdays that it's Monday. Oh my gosh! Like, my teacher even does that. 自新冠疫情了，愈来愈多学校为了要省经费，甲教职员留来，就是一礼拜休3天。有一寡家长认为，加出来一天会当斗3工做厝内农场的工作，或者是去离较远的学校参加比赛等活动。不过，也有家长担心时间一久，可能会影响囡仔的成绩。An argument too that it's not the school's job to babysit. True, but it is the school's job to provide a quality education, and I don't think that increasing our time 4 days a week so that we can have 1 day off is going to improve anybody's scores on testing or anything like that. 虽然一礼拜减上1天课，确实让一寡学校伫咧找教职员的时阵较顺利。不过学者讲，若是无自根本来做改善，问题会一直拢伫咧无法度改变。At the end of the day, you're not really looking at the underlying causes of stress in the education system, whether that be kind of financial budgets that are too small, or if we're talking about mental health or other types of stress that teachers and students face. 美国已经有几落百间学校实施一礼拜休3天的学制，其中大部分是伫农村或者是美国西部地区。不过除了会影响囡仔学习的成果，若是伫咧上班的家长，也该付1天$30请人顾囡仔，增加真侪负担。公司新闻张伟林编辑。美国科学家伫夏威夷西北边的深海发现，那亲像有2类大类鱼仔的壳壳。另外，博尔森菇是北美6种绿菇当中上界大只一种，伫要济种。美国野生动物官员即马和民间团体合作，正在复育，准备要野放。画面内底，这只白色肥嫩肥嫩，2面鱼仔大类，目睭圆圆圆，这只深海雨伞石鸡，科学家拢感觉真罕见。这个月13，利用遥控潜水器，伫夏威夷西北边的国家海洋保护区观测深海活动的时阵，伫水底1682公尺深的所在，发现一只雨伞石鸡。伊用2面鱼仔伫沙顶动，雨伞石鸡的表面是真金骨，伫伊分尸后壁的鳍盘小可会发光，会当生一寡细只带壳的动物活进，而且伊分尸的墙会当甲这个蜡物粘条咧，还可以根据光线折射转换颜色水。有当时是白色的，或者是感色色，去互网友讲真正看得有够水。另外，美国新墨西哥州前一日有一场野放活动，是要来野放温室大理石菇，因成功复育23只大只的绿菇，还佫有几啊十只细只的菇。这个野放其中的20多只温室大理石菇，是6种北美绿菇当中上界大只的一种。据了解，因为人类会掠野生的菇来制作食食，或者是甲因当作动物伴，而且这野生的菇因的栖地，互人类变作是农地，影响因的生存。为着要救这个强要断种的物种，美国野生动物官员甲媒体人趁着透纳所建立的濒危物种基金会达成协议，会伫新墨西哥州的中部野放更较侪温室大理石菇。We are not in the business of making pets. We're in the business of making wild animals, and that means you have to let them go. 专家表示，气候的变迁致使生态发展重新洗牌。对绿菇来讲，即马美国西南部的天气是更较烧热、更较干燥，因的栖地嘛长伫咧煞向北边去。
因为安尼，这个护育的计划要找到适合的护育栖地，而且甲野放，保持自然生态平衡。公司新闻新乐配编译。天气报你知，咱同齐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27度，上悬34度。中部的温度上低27度，上悬34度。南部的温度上低26度，上悬是34度。东部的温度上低26度，上悬32度。外岛的温度上低27度，上悬有33度。咱继续关心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乡亲收看，祝亲平安顺心，明仔载早起9点，咱再会。